君子无中士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斯之仁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志于道，可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生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进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殆也。子曰：以曰失之者，鲜矣。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事君硕，斯如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论语里仁第四。一。子曰：里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二。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。三。子曰：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四。子曰：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五。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！成名。君子无中士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六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
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七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斯之人矣。八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九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耻21、20者，未足与义也。十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弊。11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12子曰：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13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14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15子曰：森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，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16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17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18子曰：是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19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20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21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22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使攻之不殆也。23子曰：以曰失之者，鲜矣。24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信。25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26子游曰：事君硕，斯入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
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红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受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上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达明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岛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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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刘老师，各位前贤晚安。谢谢师女讲师导读，也谢谢各位演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。晚安。感恩前贤慈悲。晚安哦，组长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晚安。感恩哦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前贤们晚安。